车流量相当大的林安桥，因为结构牢固，9月2号上午8点就将封辟旧桥改道，到时两边所起好的便桥替代道路，嘛将正式启用，维持上北落南拢有3个车道通行。干部局表示，铁道改建期间，规工24点钟拢移交指挥交通，限速40公里，请驾驶小心慢慢来开。要特别注意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改道的过程中，为了配合旧桥的拆除还有施工的过程我们会禁止中华西路北上的部分禁止左转安平路跟建平16街。那中华西路南下的部分我们也禁止左转府前1街。那府前1街的部分我们东侧的部分它只能右转上我们的钢便桥，它与中华西路这个路口是封闭不能通过的。那公务局已经设置了相关的一些警示措施，还有引导牌面借此请各位用路人能够配合通行这样子。林安桥改建预计2024年底完工，所以这段期间驾驶一定要遵照相关的引导加警示的设施，将交通的冲击降到上低。当然，新桥改建以后，除了确保桥梁安全，庙底高度野悬1.2公尺，嘛是配合温和优准的水上观光。有关我们这个林安桥改建之后呢，那大概它的宽度大概是维持现况大概32.4公尺。那主要它改建的效益大概是它的桥底的部分，它会抬高，比现况大概高1.2公尺。那配合以后，我们运河整个游船下面有一些游船能够通过，那能够打造我们整个运河的一些清水的一些设施带动地方的观光跟未来的一些发展该工程难得是当时交通部长林佳龙任内答应专业补助5亿，除了应付交通安全，嘛要重现温和观光新的愿景。今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